真水开。对啊，我来敲电话郑凯，我听我送互伊甲姚光啉啊，因较捌会。郑凯啊，我接啊啦，我特别留一鼎牛肉汤要你甲恁爸啉呢。恁食伤饱哦？爸，你是咧做啥？无啦，你都唔知咧，拄只楼骹咧冤家，冤家讲要离婚呢，敢若是亲妈，对我靠有查某强掠包哦。爸，这边哪有可能啊？恁两个阿某感情偌好诶，是讲爸，恁哪安尼偷听别人讲话啦？你还做出缺德诶？而且，kim啊，原来你离家出走是为楼骹离去楼顶哦，真正落传的你啊！你哪知我离家出走？啊，算唔知哦。算唔知你这个时间赶一架卡网，凊彩想嘛知影你是要离家出走啊？而且，你若来遮，你甲阿姨相咩？我就意见袂合啦。郑凯啊，歹势啦，你遮吼先少困一下，我会紧找一个所在去住，吼，拜托啦。好啊，无问题啊。是讲阿姐，阿某之间爱加跟我沟通一下啦。放心啦，爸今嘛伫个可爱动物保护区，没有危险的。爸是伫个老店张正凯引导啦。哎呦，你嘛有白比啦！啊是讲爸哪伫个正凯哥哥引导？昨正凯有偷偷甲我联络，伊讲爸去找伊取暖，暂时先住伊遐，今晚应该搁咧困。啊，毋过伊三个查甫人敢会伤客啊？楼顶只有一顶眠床啊！哈，免哩。我要去甲爸带转来。嘿，叶小东啊，你妈妈很冲动。张正凯讲哦，爸即开始新冠两瘫痪，真坚持一定要离家出走冷静一下。啊，你若是走去甲乱，甲伊气走去，咱等到无得见阿爸的行踪呢。郑凯讲伊有介意的人，你敢知影是啥物人？你甲伊细汉的时阵就结拜，所以伊介意的人，你一定知影。你莫逼我，我唔知啦。那呢，就我来甲你讲，伊介意的人是你叶小秋。哎喂，你先冷静听我讲，郑凯一开始是有甲我告白，啊，毋过迄是伊家己的想法啦，我并无。你讲伊甲你告白？对啊。你是安怎要反背我？你明明就已经有酒抓，私底下搁甲郑凯偷来暗去，你安尼算什么朋友啊？我无，你相信我，我真正无反背你，你千万无接受郑凯的感情。你明明知影我介意的是郑凯，你是安怎要抢走你好姊妹啊上介意的人？叶小秋，你真正就袂见笑诶！我知你即摆就生气的，所以讲话有较歹听，我就莫甲你计较。啊，毋过我嘛是爱澄清，我无甲你抢张正凯，这是事实，请你莫冤枉我。我冤枉你？那安尼你走互我看，你证明互我看啊！是要证明啥？你会当做假，无郑凯对你反感，我就相信你。